你还记得19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吗？可能在忙着打报告，或是跟朋友逛街吃饭，或是在餐厅打工赚零用钱。但19岁的雅婷已步入家庭，还成为了一位母亲。太早了呢，我们就跟他讲啊，你很年轻呢。他就说没办法，有了，我喜欢，我爱他啊，我喜欢他这样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她老公还在当兵啊，她怕她在婆家那里比较没有人会照顾到。就第一个孩子坐月子的时候都是妈妈在用的。生完第2个月、第3个月，我才搬离我们家。可是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开始见识到真正的辛苦。小孩出生后，再加上老公成为职业军人，雅婷为了分担家计，开始驻唱工作。起初我唱歌的时候，我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，可是后来就是有了家庭，唱歌也渐渐变成我在对于唱歌这个压力，因为我每天都要烦恼的就是我今天能够赚多少钱，我能够拿多少小费，我能够分担家里的多少的开销，所以我就觉得，而且我什么都不会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只剩下唱歌。然后我很努力，我每次都把握任何机会，就算这一场没有赚钱，我也觉得没有关系，因为曝光率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，然后我可以接更多的场合。那个时候他喜欢唱歌是不完全都有收入的，为了曝光去帮忙人家唱歌。其实我也讲真的，没有压力的时候，我觉得唱歌啊，你喜欢唱就去唱。后来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有压力。讲真的，我会觉得，我也跟他谈过，说雅婷要不要找个正常的工作？那他也有去做，可是他还是很热爱唱歌。我有跟他说过，我说雅婷，你给我点时间，真的，我可能运气比较不好，这段时间有点失败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们互相一下。我好了，我一定让你继续去完成你的梦想。我去了那么多地方，好像没有帮我老公分担一点点开销，我好像就是制造他的麻烦。可是我有的时候，我在记下来跟我老公聊的时候，老公说：“没事，你很棒。你今天学会了很多首歌，而且你碰到了很多不认识的人，你真的很棒。至少你肯跨出去这一步，你让更多人认识你了。”他说：“雅婷，下次你会更好。没事没事。”他每次都安慰我不要想太多。所以在这一条路，我觉得啦。我没有我老公的支持，我应该也没办法撑到现在。包括红人榜这个节目，因为家人的支持，他勇敢踏上红人榜，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。但是追梦这条路却比想象中艰辛。我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，其实我还蛮挣扎的，因为我觉得这就不是我的母语，然后他就是一直鼓励我。因为其实他不会讲台语吧？对啊，每天其实一场比赛比完，回到家里就每天听他唱台语歌，一直唱台语歌，一直唱台语歌。他还没唱会，我已经会了。除了花费许多心力在背台语歌词之外，更多时间消耗在交通往返。因为雅婷都是要从台东对台北这样来回，车钱啊、住宿啊，对，而且老公其实工作之余，他还是能够尽量排出时间来载。这来回都10点钟啊。他有时候来回第2天还要上班呢，
一定很累啊。有跟他讲，要不然就叫他自己坐火车啊，对，不然就坐飞机，不用这么辛苦啊。他就说这样送他会比较安心啊。对。为了梦想，他努力克服困难，一次次创造出经典演出。2009年，爸爸就是公安意外，医生说要解小臂，可是我希望就是说，以后不要再把手藏起来。我就想告诉人家，我爸爸是很勇敢的人。他在这个舞台上抚平了心中最大的伤痛，更解开了爸爸心中的结。怕人家说会觉得很恐怖这样，不是只有这个手指而已，是这个伤口这边。播出之后，他叫我说不要把手藏起来，到现在我都不戴袖套了。雅婷的努力，家人都看在眼里。最后一关，他们想对雅婷说：“我是觉得说哈，我们以他为荣，不管最后结果是怎么样，我觉得你加油就好，尽量就好，加油。你还是最厉害的。第一，这是你的梦想；第二，这是你的兴趣，去挑战看看。那不要想很多，比赛一定花钱，别怕，有我。雅婷加油！